大家好早，我是头家。我拄则咧算，这台湾主题性的，就还有台湾的豆豆。这个豆豆呢，有啥物好耍的所在？就是内心伊的比例是照真是比例去做的。伊的正面是罗马字，后壁是汉字。那阵先看罗马字嘛，看无再来看汉字，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的台湾的豆豆拢是以中文还是中文含英文为主的。这个是照真实比例做的，先看罗马字，用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平湖、龟山岛、岛、南投加小琉球。我感觉这个切法较好耍的所在就是讲，比如讲贵人台北即寡较水的所在，就是伊较袂无去。若先看这，若看无是再来看后壁汉字，就是乐从新主综合空间设计。阮嘛有做主题诗甲主题曲，主题诗甲主题曲，就是主题曲的部分咧。后半年度，阮甲公司台语台合作，有做一个 MV， 会甲大家见面咯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咧，迄个剃头博物馆，矩阵台湾，嘛是咧卖，线顶嘛拢有咧卖哦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进来买咱笑嗨嗨有团的豆豆。